着急把兩淚垂。瑞蓮，瑞蓮啊，瑞蓮，聽到佢把聲，揾下佢先得。哦，嗰度是我家妹妹，卻原來是一位姑娘啊！點解佢會叫我嘅呢？問下佢係邊一位至得。你是誰？知道我家無在何處？誰是你呀，圈親？我不過叫啊妹妹。你分明看我小子，你不應我我沿途苦妹妹，未有換你名義。我妹妹叫瑞蓮，瑞蓮，瑞蓮啊！哦，咁兩個字諗都差無幾，因為瑞蘭都是路小子，係咁我認錯你在當時。請上公海亮光鹹，是勞勞無失之既是連蘭二字音相近，一時認錯，豈會見怪啊我味？在此撩亂干戈，何以會孤身那在此？提起無路苦處，我未曾啟齒，便來先
流離。姑娘你身世可憐，都卻與我一般凄楚啊！請問上公，比如你又有何凄楚呢？姑娘啊，想我將細龍上啊無父母，只如若啊妹相依，家住中都啊城，有讀如書，本是個紅啊門，修我事，我恨啊翻啊病啊，兄契啊人唯有家捱妹流話離不行中途追兵啊至同胞啊失散河東啊西，可嘆我妹妹歲年都不知飄零何處。歲年啊！我失妹子，喺我偏覓偏捱，亦難把良親意。我聲聲啊喚妹，都不見妹中意。正是愁歲年人怕對愁人語，說起愁來便更傷悲。我與你一樣凄涼，患難相逢成巧係咧，姑娘，你睇下時光都不早啦，我都要找尋妹妹要緊。姑娘請啊！上公子，何用意？到底何用意？你牽散阻留因何事呢？逢急難往夜間危，兵荒馬亂浪兒迷。上公既然尋妹去，沿途作伴望提攜，望提攜。費躊躇，真係費躊躇啦！英年切孤婦弱女兒，為是我自己妹妹都仍未見，又怎能再將你提攜呀？請問上公，可有讀過聖賢之書啊？身為秀才，聖賢之書當然略知一二啊！既然上公飽讀過聖賢之書，那便如何呢？
大人觀，那一日來自，雖知寡對半男兒，沿路會夜猜疑。在此兵荒馬亂，有誰管理？唉，姑娘，你千祈唔好咁講啊！又怕關津到後會惹官非啊！不若兄妹相稱，兄妹相稱，勉強都得嘅。但係睇落又唔得咯喎，彼此相貌不同，鄉音又不對。這段如何是好呢？唉，我都無計可施呀！相公啊，不如我哋認錯。認做乜嘢啦？認作至親，至親，世間之上至親就莫如骨肉，骨肉啊即係父女啦。哇！咁睇我啊，姑娘，睇落我個樣都唔係咁蒼老嘅啫。莫不是認作夫妻一對，係咪啊？妙啊！沿途認作好夫妻，行難難心，生妙計，相遇患難且願。看看不早時光，你我立即登程前去，好嘛？哇！又來雨又至，行快步知為宜，知為宜。姑娘無傘怎能行？不如將此傘交過你啦。哇！賢則相公你，我不妨事。要你受嘢能，我為實難過意，不如相公你自用吧。姑娘何用再推辭呢？
意，但求公決堤。係喎，冇雨咧。在何處？哦，好易啫，姑娘啊，就晾在鄙人嘅肩上吧。相公，你少年受濕，老來生病就好難醫㗎啦。係喎，多謝姑娘指點啊！但係羅裙都總要晾乾嘅，晾喺有啦。姑娘啊，就晾在鄙人山上吧。是如何使得呢？唔使客氣。唔知說有勞相公。哦。姑娘請。
正恨無上聚散說甚永記情義，終有日分那非。兩地。為家，自己亦不知飄零何處，但求有安身之所，我便暫且安那居。請問相公，府上還有何人？我都曾經講過啦，自幼父母雙亡，家中只留下咗惠若妹呀。不幸轉轉流離，不知飄零何處啦？難道相公你尚未有乜嘢呢？未有乜嘢啊？未有別人咩？冇咯，既無兄弟又無弟婦和嫂嫂。相公啊！你都既無兄弟，又哪有弟婦和嫂嫂啊？係喎，我不過話我個妹妹佢都尚無嫂嫂，自問慚愧何如？失禮晒啦！看他嚴厲似線那記，撩人那生愛意，我又怕他有火勢徒勞我往相思。姑娘，然則戰事平息之後，姑娘欲往何方而去呢？待等戰事平息，我便轉回家去。轉回家去，姑娘啊，你轉回何家還是娘家？我曾經對相公你講過，只以娘親相依為命啊！哦，然則姑娘都尚未有婆家嘅。盡知姑娘心腹事都盡在腰頭，不語中啊！其情我心暗起啊，他是端莊賢淑女，我為正直好男兒。他未嫁時，我又還未娶，呢一段姻緣大好，待我將滿懷心事珍重向他提。
娘啊，你我兩人，相公請講啊！等陣。平時好鬼大膽，一講呢啲嘢就口窒窒。姑娘啊，你我兩人，相公請講啊！冇乜嘢啦，不如立即登程前去起程。何須介意啊？兵荒馬驟，趕路為宜啊！相公啊，此差非比尋常，乃是我娘親所賜。此差落在誰人之手啊？咁又點啊？我嘅終身大事點啊？收錄在這個人兒。咁大件事，非揾不可，我同你揾。姑娘啊，呢一支金釵是否姑娘之物呢？既然係姑娘之物，就請姑娘收回吧。